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婚林轮陪的总现实。每一年中秋的暗暝，拢会举办打马火迎暗景的活动，大家做伙野火把、游客装。大家做伙制作伫打马火迎暗景时会用到的道具，互大家伫中秋暗暝会当野火把、游客装，感受传统文化。我每一年拢爱为咱冲绳市主题灯这电灯来做彩绘啦。今年袂使同款啦，我就用阳相关的底色尾是乳牛的斑点。水板头总显示特别说明，迎暗景的活动也伫今年正式成做无形的文化资产，而且伫东港举办授证仪式，所以今年的活动办了特别大。今年算讲足无简单的通过这个无形文化资产整个人敢若袂输讲伫办喜事安尼今年会较闹热。10月7日，中秋节除了航班，也欢迎乡亲做伙来参加打马火迎暗景，感受在地特别的传统文化。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